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，大脸猫！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她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哼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，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？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顾西城。顾总，你来啦，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
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。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。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呀？琉璃，是你。怎么不方便？啊，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，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
醒了，醒了就走吧。琉璃，昨天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个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琉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他，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。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啦，去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好，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。好，上班啊？方叔早。哎，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放心啦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您喝茶。进。顾总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去吧。喂，商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的老婆呀？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
不接电话。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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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锦溪，锦溪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走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溪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，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哦，他只是轻微的，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您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刚到公司你就状况百出，真是够蠢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。他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嘿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啊，我问过少夫人了，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脚下一滑，人就摔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？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锦溪工作没2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锦溪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锦溪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，啊。明白。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，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陆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